相信有好多創業者嘅夢想就係上市啦，覺得上市呢就係等於上岸嘅意思，可以硬硬腳咁樣收錢。但係對於作者嚟講呢，上市曾經都係佢最驚嘅噩夢嚟嘅喎。佢書入邊寫過呢：「我唔想對住一班唔識跑步，淨係識睇報表嘅股東交代啦。」Hello，大家好，我係 Mel 老闆，目前經營緊5間鋪頭。今日呢，我哋就要講由 Nike 老闆寫嘅一本書叫《鞋舊》啦。今日就係第4集嘅。咁我哋上集都講到話 Nike 解決咗同銀行同埋關稅官司之後呢，終於都要面對一個終極嘅抉擇啦，就係到底要唔要將公司賣俾大眾呢？咁喺今日我就會同大家拆解作者點樣喺需要錢擴張同埋唔想失去控制權之間玩咗一場好好睇嘅資本遊戲呢。咁作者呢，其實就係一個非常之典型嘅鞋狗嚟嘅。佢覺得做生意係一種藝術，係一種追求。佢好驚呢，一旦上咗市之後呢，公司就會為咗追求一啲每季嘅增長啊。如果股東見到利潤跌咗1%呢，佢可能就會被逼裁員啦，被逼佢偷工減料，咁樣就會毀咗 Nike 最原始嘅靈魂。呢個亦都係好多實體店嘅老闆做大咗之後嘅煩惱啦。你想堅持品質嘅同時，但係投資者淨係想見到回報啦。咁呢兩樣嘢係非常之難 balance 嘅，就好似作者當時咁樣啦，佢非常之抗拒啦，佢寧願每一日同銀行去佢借錢俾佢，都唔想將公司嘅主導權交俾華爾街啦。咁呢度就帶出咗個觀點啦，就係上市其實唔係唯一一條路，你一定要諗清楚，你係想做一間好偉大嘅公司，定係想做一部賺錢嘅機器？雖然心入邊好抗拒啦，但係呢，作者就睇到一個現實啦，就係 Nike 呢爭日雙岩井同埋銀行嘅錢，其實已經去到一個天文數字嘅級別啦。如果唔透過上市去集資嘅話，Nike 係永遠都冇辦法真正咁樣擺脫債務嘅壓力嘅，更加冇可能可以打贏 Adidas 啦。所以佢意識到，如果佢繼續堅持唔上市嘅話，Nike 可能會因為資金鏈斷裂，而喺某一個景氣寒冬嘅日子突然之間倒閉咗啦。創業者呢，最難嘅修行就係喺理想同埋現實之間要做出一個妥協嘅。可能有啲款你覺得一定係爆紅款，我好中意，我一定要推出啦。但係其實個市場根本都唔 buy 呢一套嘅，賺唔到錢嘅，呢啲位就好 struggle 啦。咁呢度作者就明白咗，為咗 Nike 可以活落去啦，佢必須出賣部分嘅股權啦。但係問題就嚟啦，點樣可以攞到錢得嚟，又唔使俾啲股東指指點點呢？作者呢就同佢嘅團隊研究咗好耐啦，最後呢就揾到一個當時好少人會玩嘅方案啦，就係發行兩類股票，就係 Class A 同埋 Class B 啊。簡單啲嚟講呢，公眾買到嘅股票雖然有分紅啦，但係投票權就好低嘅。而作者同埋佢初期嗰一班鞋狗嘅隊友手上面揸住嘅股票呢，一股就可以頂到10股啦。咁透過呢一個 structure 呢， Nike 喺1980年成功上咗市，同埋集資到幾千萬嘅美金翻嚟啦。咁作者呢，喺一夜之間身家就突然之間暴漲咗咯。但係最重要嘅係，佢依然擁有呢一間公司絕對嘅控制權啦。咁喺呢一個 case 咧，就教識我哋呢個資本咧，其實係工具嚟嘅。你要學識點樣去駕馭佢啦，而唔係俾佢奴役嘅。當你間公司夠強人嘅時候，你嘅秘密夠深啦，就好似我哋喺上一本書講過咁樣，你就有資格咧同資本市場去合價啦。
咁最後啦，間公司上咗市之後咧，作者就唔使再為錢而去煩呢樣煩嗰樣咯。但係隨之而嚟咧，係一個更加之大嘅挑戰。究竟點樣將 Nike 由一間美國品牌嘅鋪頭打造成一個全球 international 嘅一個 brand 呢？咁下一集咧，亦都係最後一集啦。我哋就會講下 Nike 點樣簽咗 Michael Jordan 啊，同埋作者喺70幾歲寫呢一本書嘅時候，對所有後輩嘅終極心底話。咁今集就差唔多嚟到呢度啦。如果想繼續聽我講嘅話，就記得打開 notification 啦。咁我一出片就會即刻通知你噶啦。另外咩書想聽我講，你都可以喺下邊 comment 留言話俾我知。我係咩老闆，我哋下次見，拜拜。